大家好，我係江龍先生。今日嘅視頻咧就主要講解鄭中基嘅八字嘅。咁相信大家都喺網上咧都睇過呢段消息，就係鄭中基同余詩敏離婚，一時間咧都上咗熱搜嘅。咁今日江龍先生咧就係用幾分鐘嘅視頻咧就作為一個講解。咁首先我哋睇睇鄭中基嘅八字先啦，係老鼠㗎嘛，係壬子癸卯己亥，己土為鄭中基嘅太極點，即係我所講嘅，代表佢出生嘅卯月，呢個係咩啊？七殺咁克住佢，佢咪好弱嘅。再加上呢度有財，呢個有財，呢個有財，呢個有財，咁多財就叫旺財，旺財嚟生個七殺。咁呢種格局，相信大家都熟悉㗎啦，呼之欲出，叫重殺格。正所謂有殺先論殺。殺有三種處理方式，第一種叫殺印相生，第二種叫食神制殺，第三種咧叫做順其氣勢。咁我哋睇睇先，呢個八字冇印，點殺印相生肯定唔掂嘅。第二叫食神制殺，呢個八字冇食神，你點樣制殺咧？咁第三種咧叫順其七殺嘅氣勢，因為弱到不得了，弱到即係好弱嘅時候啊，佢不得不依附呢個七殺嚟生存嘅嚇，咁所以就叫做從財殺。咁從財殺其實都好符合佢嘅八字嘅人生嘅際遇嘅，咁所以財為用神嘛，咁所以佢個用神係水木，水木為佢用神，佢起水，水代表咩啊？財星。你睇鄭中基出生個富裕嘅家庭。佢嘅老豆叫鄭東漢，係一間唱片公司嘅大老細嘅，所以鄭中基就係太子爺，好符合命格喎。財為用神，依年柱用神，月柱又係用神啊。咁所以鄭中基嘅八字一定係從住個財，從住殺要水要木嘅一種格局。咁所以佢人生之中最好嘅大運咧，我一陣江龍先生咧會話俾你聽嚇。而家鄭中基嘅運嚟講咧，唔係算幾好嘅，一般般。但係佢人生最好嘅運已經過咗㗎啦。我哋首先睇睇鄭中基嘅桃花星先。正財偏財同時透出，學過八字嘅人都基本上都知道㗎啦。正財偏財同時透出，你唔使睇咩格局，唔使睇身強身弱，總之呢個人一定係桃花旺，好容易劈腿，好容易犯小三。你睇鄭中基嘅八字，並且叫三重桃花星。首先我哋睇睇子同卯係桃花，亥同子又係桃花，己土見卯又係桃花，叫三重桃花。咁所以鄭中基嘅本身一生當中咧，桃花係非常之旺嘅。再加上又順住個財同順住個財煞，桃花旺到極點。咁我哋睇睇鄭中基。鄭中基係第一段婚姻同阿 Sa，第一段婚姻係2006年嘅1月咁嗰個流年咧，因為未到2月4號，所以咧屬於2005年嘅乙酉年。乙酉年佢就結婚，離婚咧就係2010年嘅3月份。嗰個流年咧叫庚寅年嘅。咁所以我哋首先睇睇乙酉流年點解佢會結婚咧？首先佢行到呢個叫印運，印代表家庭啊嘛。當你行到呢個運，本身佢冇印噶嘛，冇安全感。行到個運嘅時候，佢好渴望有一種安全感，有一種家嘅感覺嘅。咁所以佢係想結婚從呢個運都可以睇到嘅。其次嗰個流年係乙木。佢本身係從住個財，從住嘅從財殺嘅格嘅人咧，殺係代表仔女啊嘛，佢好中意仔女嘅，咁所以佢喺2005年結婚，其中有一個目的就係想有個家庭，想有個仔女。但係點解佢會離婚咧？其實當阿 Sa 我哋所講嘅思想傾唔埋嘅，因為鄭中基係想要家庭要仔女，但阿 Sa 咧就由於要事業咧，就唔想有仔女嘅，咁所以係同鄭中基產生好多啲即係思想方面三觀唔一致，所以就導致會離婚嘅。
嚇，原來係咁嘅嘛。因為佢行到呢個大運動流年嘅時候係有咁嘅想法，但係實現去唔到，咁所以係離婚嘅，所以佢總體概括咧係即係為仔女嘅事情而導致同阿 sa 離婚八字係咁睇嘅嚇。咁佢嘅事業嚟講咧，人生最低谷嘅就係2000年、2001年仲有2002年呢3年咧係人生最低潮嘅。點解係人生最低潮啊？因為財破印，因為佢嘅八字，佢本身佢唔需要印星噶嘛，印星代表我嘅名譽和地位啊嘛。當你印出咗嚟嘅時候，嗱，你睇辛金丙辛合壬呢個壬呢個壬水克住個丙火，叫財破印，印星受損，名譽受傷。咁所以出咗一單事件就喺飛機搞事嘅咁自從嗰單事之後咧，就係聲譽咧就個名氣就一落千丈嘅嚇。從佢八字都係佢有咁嘅象喺入邊嘅，財破印，名譽受傷嚇。接下嚟我哋睇睇鄭中基係第二段婚姻。第二段婚姻咧就係2021年嘅2021年咧辛卯年嗰年咧就結婚嘅結婚咁其實都符合我命格嘅，因為行到呢個辛卯年嘅時候，個仔女生出咗嚟啊嘛，財生旺嘅煞叫奉子成婚。因為有咗財之後，令到個煞突然間旺起嚟，咁所以呢種格局咧叫奉子成婚嘅。2011年咧就嗰年咧就生咗個女咁跟住喺2025年又係生咗個仔佢有2個仔女。咁當佢行到2005年嘅時候，乙未年，我哋睇睇乙未年。乙未年就更加有咁嘅象喺入邊啦，特別清楚。亥卯未生木局，木代表仔女生，透出天干，所以生仔女，生咗個仔從八字都可以睇到嘅咁接下來我江龍先生咧就講解鄭中基究竟邊個運咧係最好運咧？其實答案已經呼之欲出㗎啦。咁相信大家都知道鄭中基咧喺前個10年咧，的確係非常之好運嘅。不論喺油管、喺網台都非常之有名氣好多粉絲支持佢嘅。咁所以喺上個運39到49係到達事業嘅最頂峰嘅點解咧？因為丁壬合木，亥卯未又合木。用神係要水木噶嘛，你天干地支都一處木喎，所以好符合命格啦，順從木嘅氣勢，人生之中最頂峰嘅10年。咁佢而家係行緊戊申運，咁其實戊申運嚟講咧屬於一個退運嘅戊申運，因為叫做食呢個傷官合煞。咁傷官係代表咩啊？改變咧，變化咁所以你發覺2021年之後，鄭中基佢嘅演藝嗰個事業即係表演風格style 都做出一部分嘅一個改變嘅都冇以前嗰種風格咁其實都符合佢嘅命格啦咁其次就係鄭中基將來未來5-6年咧都係行翻呢個新運嘅，始終係雙官運。咁雙官合煞，我認為咧就係會有好多是非官非小人之類嘅咁我建議雙官生個財比較適合嘅。咁雙官生財就代表喂你唔好做咁多表演唔好頻繁咁上來拍視頻反而喺幕後做boss 做老細投資，反而會賺到好多錢。即係如果係經常日日上網台講話拍視頻反而會導致好多是非嘅從佢八字都可以睇到，因為
傷官合殺啊嘛嚇。咁至於最後咧就係呢次離婚事件咧，好多人都知道㗎啦。呢次離婚事件就係鄭中基有小三嘅嚇。咁其實從佢嘅八字都睇到，因為佢八字本身個桃花星好旺嘅嚇，咁再加上又行緊個食神運，咁食神係代表小三咁，食神生財再加上呢度申同亥相刑嘅，即係同佢老婆啊個感情咧就已經係冇晒嘅啦嚇。咁其實鄭中基同佢老婆嗰段緣分咧，喺2021年咧行到呢個劫財運嘅時候啊，佢兩個嘅感情已經係搖搖欲墜啦，已經係好難維持落去嘅啦啊！你睇佢個八字。至於點解維持到2025年先離婚咧？其實就係嗰個官殺星嘅助力，就為咗仔女嘅嚇，為仔女嘅事情，即係因為鄭中基係好錫仔女嘅。即係一個男人嚟，因為順住個財煞啊嘛，一定係好愛自己仔女嘅啊，為咗自己嘅仔女即係唔想傷害自己嘅仔女，所以係經過咗2022、2023、2024、2025年之後即係今年咧先離婚嘅嚇。呢個從八字嘅分析因為佢個八字始終係個桃花星比較旺，一定係會有小三，再加上佢而家行緊食神運嘛，食神傷官運，傷官生財嘛，有桃花運嘅嚇。今日嘅視頻咧，江先生咧就講到呢個 moment。